事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美麗同享快閘喎，埋邊有安晴啊，浪漫勇士第3位，出邊有遨遊氣泡啊，第5位嘅馬啦，藍衫呢就天象龍區，暫時殿後嘅馬匹係竹園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啦，前面放咗出嚟跑呢係美麗同享喎，第2位有安晴啊，浪漫勇士63已經咬住第3啊，第4位嘅話呢就遨遊氣泡啊，後邊尾二位置藍衫係天象龍區啊，暫時殿後係竹園嚟㗎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呢個1004米嘅段處啦，美麗同享呢就放頭跑喎，跟住第2位嘅馬呢仲有呢隻安晴啦，第3位有浪漫勇士啊，第4位就遨遊氣泡啦，位置變動上面都冇乜喐過喎，尾二位置係天象龍區，暫時殿後仍然係竹園嚟㗎。好啦，接近1002米嘅段處嘅時候啦，一字長蛇陣咁帶喎，前面就美麗同享呢就放頭啊，跟住第2位安晴啊，浪漫勇士啊緊隨第3啊綠色衫嘅，第4位就係呢隻遨遊氣泡啊，後邊2匹馬仍然係天象龍區啦，竹園係仍然係暫時殿後㗎。開始轉呢個呢就係香港體育學院彎嘅時候啦，次序上面都冇喐過啦，美麗同享就自己放啊，跟住第2位嘅馬匹有安晴啊，後邊嘅馬浪漫勇士就緊隨第3啦，位置變動上面冇喐過，第4位係遨遊氣泡啊，第5位嘅馬有天象龍區啦，紅衫暫時殿後，仍然係嗰匹竹園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依然佔先，有美麗同享啊，安晴第1隻上嚟挑戰啊，第3位有浪漫勇士，外邊遨遊氣泡，揈到最出天象龍區，後邊係竹園嚟㗎，最後直路啦，美麗同享埋邊，中間有安晴啊，浪漫勇士一蝕落去就有啦，拋離後邊㗎啦，咁啊見到外邊位置追上嚟㗎嘛，有天象龍區，馬林中間係竹園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浪漫勇士俾幾步，最少拋離3個身位，贏出今場花旗銀行香港金杯啊！跑第2名安晴，第3名天象龍區毛顯東啊，第4名。